嗨，大家好，我是康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每到一个月的月初，很多房地产研究机构它就会公布上一个月的房地产的一些数据。今天中指研究院它也公布了很多6月份的全国的楼市一些情况。当然了，它在免费渠道公布了一些，它还有一些核心数据，它在付费那个渠道公布。那付费渠道有可能要过几天才会传出来。我们先看看网上能看到的，从中指研究院他自己公布的，他有一个微博账号，你可以自己去看。他公布的这个叫2020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总结以及下半年趋势展望。我们只说这个重点呢。根据中指研究院初步统计，2020年上半年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比，那是销售面积下降了12%。那这个对应的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日子不好过，也就房子卖不掉呗，卖的房子又下降了。二季度有所修复，二季度怎么修复？主要是一线城市成交量同比转增，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新房在二季度比去年二季度卖的要好一点，增长了，这个意思。但是上半年整个的上半年还是下降的。改善性需求仍是新房市场主要支撑，多数代表城市120平米以上产品成交占比继续提升，受供应持续缩量影响，新房可售库存小幅下行，也就是上半年库存还是少了一些了。5月末50城出清周期23.5个月，二手房市场表现继续优于新房，上半年重点城市成交套数同比增长6%。说是重点城市市场活跃度持续性强于往年，指的是套数，不是面积，也不是金额，套数。那现在二手房成交的主要是小户型，是不是？你要说面积，虽然成交套数多了，但是面积说不定还是下降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事？以前成交的平均是90平米一套，现在成交的平均是70平米一套。以前是300万一套，现在是200万一套。虽然套数增加，但是金额和这个平米数不一定增加，这得区分看。但是市场活跃度持续性强于往年。与此同时，去年4季度以来，核心城市挂牌量趋稳，市场预期逐步回归理性，也就是挂牌量降了，二手房的挂牌量降了，新房的库存降了。这个信号怎么说？反正都是好现象。但是我想说的是，要另当别论，仔细去分析。这个挂牌量下降到底什么原因？新房的库存下降略降，那又是什么原因？是你房子卖得快了降了，还是说你供应少了降了？这个不能同日而语。二手房价格经历较长时间调整后，购房门槛明显降低，带动刚需释放，对二手房成交形成较强的支撑。这是中指研究院的在公开渠道发行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但是它付费的报告那就很炸裂。什么叫炸裂？联合早报刊登说，中国6月二手房价格跌幅扩大。它的数据就来源于中指研究院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中国6月二手房价格跌幅扩大，也就是加速下跌。二手房加速下跌，不都说咱们叫二手房不是小阳春吗？对吧？不是创新高吗？实际上中国6月份二手房价格跌幅扩大，显示持续多年的房地产低迷仍在拖累市场信心。中指研究院星期三，就是7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环比下跌 0.42%， 跌幅较5月的 0.32% 进一步扩大。相比之下，新建住宅价格6月环比上涨 0.16%， 与5月涨幅持平。新房价格涨，这个我们一直解释的吧，因为新房它是4代住宅，得房率高等等其他原因，所以说这个新房价格你没法直接比较，那你只能看二手房价格。100个城市6月份二手房价格均价是加速下跌，说明什么？我们先不管北京、上海、深圳，如果北京、上海、深圳二手房价格是稳住了或者涨，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假设因为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嘛，不是火爆吗？二手房假设的房价没变或者涨了，但是100城这个房价6月份是加速下跌，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除了这些城市之外，其他的城市那是血流成河啊。如果是北京、上海6月份房价二手房价格涨了的话，那不就是在吸这个第一线城市的血吗？因为其他城市是在加速下跌啊，所以我们就不难想象，是吧？为什么其他城市加速下跌呢？那不还有人玩命的卖房子的呗？卖房子干啥？给自己在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孩子当垫脚石，给他们的买房凑这个全款。那我只能这么认为。中指研究院指出，今年下半年房地产政策预计仍将围绕供需两端提供支持，但短期内新房销售依然面临较大压力。你看，中指研究院认为新房销售压力更大。那么它这个付费的咱也看不到详细的，只看到这些。过2天恐怕就有更详细的数据出来。所以大家想象一下，现在说稳住的，暂时稳住，我们也只能这么说，那就是北京、上海、深圳这二手房核心区的二手房暂时稳住了。具体的价格我们要看中指研究院，或者是到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再看。总之，这个中指研究院这个数字给所谓的小阳春楼市回暖泼了一盆凉水，跌幅扩大呀。上海6月份二手房成交25158套，虽然比去年的6月份成交量也多，但是环比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少的吧。从3月份的3.2万套，4月份应该是3.1万套，好像是5月份是2.8万套、2.9万套，6月份就变成2.5万套了，这个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比去年同期还是高。那这个有多少是因为3线、4线或者2线城市输的血呢？同时，中指研究院指出，2020年上半年100家房企拿地总额3360亿，同比下降33.7%。跟去年比啊，这100家房企拿地下降了1/3。京沪等核心城市市场热度持续，5月以来，深圳新政效应带动明显。而房企销售端亦有边际改善。2020年上半年，100家房企全口径新增货值同比下降33.4%，降幅收窄。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房企已经不再买地了，对吧？买地金额下降了1/3嘛。如果真的房子好卖，回暖了，那他们不得玩命的拿地吗？为什么不拿呢？这个第一财经看到一篇报道，他说上半年超560条政策稳楼市，新房、二手房等来库存拐点。地方楼市政策超560条，仅公积金政策便超过300条。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机构最新统计显示，为推动楼市止跌回稳，上半年各地围绕激活需求，放开限制性要求，调整公积金政策，发放购房补贴，支持住房以旧换新等稳楼市政策力度只增不减。从政策效果来看，上半年新房市场成交规模还在下滑，但全国商品房待售库存已同比下降，二手房表现犹如新房。上半年重点城市成交套数同比增长约 6%， 多城二手房挂牌规模也明显回落。实际上这个560条就是政策中300多条都是跟公积金相关。那公积金无非就是提高你的额度，对吧？降低你的利率，公积金就方便你取，或者公积金扩大你的使用范围，拿公积金去交物业、交首付等等，这种，无非就是让你去贷款去买房子。我们再看这个联合早报，它还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也挺有意思，叫住进一套法拍房，作者叫柳柳。他说的什么意思呢？说的是重庆市法拍房的一个现状。作者说，派驻重庆不到半年就被中介通知得重新找房，原因不是现有的租约到期，也不是房东打算卖房，而是这套位于重庆中心地段的高档公寓因房东债务问题进入了司法拍卖程序。换句话说，过去总在财经新闻或法院公告上看到的专有名词法拍房，以一种唐突的方式从纸面走到了我的眼前。就是作者他说，法拍房是指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房屋，通常是由债务人即业主无力履行按揭合约或无法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拍卖债务人名下房屋，以折现满足债权。中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深度调整，房贷违约、
业主断供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但我以为通过正规中介租到一套法拍房，仍是极小概率的事。就是这么巧，他租了那个房子好好的，结果法院通知这房子要拍卖，就这么巧。他说直到听到法院工作人员上门查验房屋时的简短闲谈，我才意识到遇到法拍房比我想象中要普遍。你看，这是这个记者说的，也就是他通过法院的人了解到，这在重庆呢，法拍房很普遍。根据瑞联数科今年1月发布的2025年年度全国法拍市场报告，中国法拍房挂牌量过去3年节节攀升，从2023年约75万套增至2024年的111万套，去年逼近130万套，同比增长17%，再创历史新高。另据中指研究院数据，在全国法拍房激增的洪流中，重庆法拍房数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从住宅成交看，去年上半年重庆法拍住宅成交3024套，位居全国城市第一，成都和温州则紧随其后。从各类法拍房源挂牌规模看，重庆与广东、四川、河南等省市也同处全国第一梯队。客观地说，重庆法拍房的数量与它庞大的城市体量、辖区涵盖大量区县和乡镇以及较大的住房存量有关。实际上，中国过去10多年，大部分1、2线城市房价高歌猛进时，重庆房价被媒体形容为一市独立，长时间处于稳定水平。坊间还有温州炒房团炒哭在重庆的调侃。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2021年曾撰文，将重庆成为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成功样本。当法拍房整体数量攀升，除了房地产市场调控带来的影响外，更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居民和企业偿债压力加大密切相关。重庆的法拍房是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宏观经济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一个缩影。自2020年，中国官方宣布，房地产融资3道红线政策，开发商过去高杠杆扩张模式难以为继，资金链断裂、项目烂尾等问题频现。不少购房者陷入房未交待照还的困境，就是房子没了烂尾了，但是你贷款你还得还呢。一些业主无力继续履约，房屋进入司法拍卖程序，法拍房数量随之增长。2022年7月，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爆发烂尾楼业主集体停贷事件，标志着房地产风险由开发商传导至购房者和银行体系。随着房价上涨预期减弱，房地产市场告别普涨时代，一些依赖高杠杆投资房产的购房者因资金链断裂被迫退出市场。这是炒房的退出市场那是天经地义。部分地区房价回落至房贷倒挂，也让不少高位上车的购房者弃房断供，进入法拍流程。断供和法拍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少行业和企业经营承压，导致个人失业、收入减少，家庭偿债能力下降，最终以房贷违约、司法拍卖的形式集中体现在房地产市场。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曾刊登长篇报道，记录还不上贷款的多个案例。在这些个案中，欠债纠纷、法院、破产等词不断出现，勾勒出法拍房背后个体面临的现实困境。实际上我觉得最惨的就是码农，或者是我说的码农是泛指这些互联网大厂的白领，他们由于当初这个工资还可以，收入还可以，所以闭着眼上车，对吧？19年上车，20年上车，21年上车，22年还上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收入还可以嘛。结果没想到过了3年，他本来自己就被套在这个山顶上，买了房套在山顶上，这还是小事，对不对？结果3年以后他失业了，被优化，这才是灾难，对吧？一优化的这现金流断了，那银行、法院就要优化它，所以这就是个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但这场困境显然还没有走到尾声。前述报告显示，中国法拍房去年的成交率和平均变现折扣率均处于历史低位。
也就是法拍房都卖不掉，你卖就得更便宜。这意味着法拍房不仅越来越难卖，即使成交，往往也只能以更低的价格变现。那越变现，你的欠债就越多。比如个人和家庭而言，房屋拍卖后可能仍不足偿还全部债务，陷入了房没了债还在。不光是房子没了债还在，你的前半生还白忙，因为你全部放到房子里面去了，没了。房子走了，也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前半生的积蓄汗水一把带走了，但是你的债还在，就这么个处境。更重要的是，法拍房近年呈现量多价低的特征，使整个房地产市场价格体系受到严峻挑战。报告说，一些价格刺客现象不断击穿二手房价格底线，成为目前实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要求的最大的障碍。所以那个孟小苏他就呼吁把法拍房停了，不让法拍房。你不让法拍房，那银行的债权人怎么办呢？他那个钱也不是大水淌来的，他也要还呢。你不让法拍，实际上房子就没有流通价值了，这个主意更损，是吧？虽然房子卖掉了，你资不抵债，但是如果你不让房子流通，他就不让拍卖嘛，不让拍卖就不让流通嘛，不让流通，一个资产不让流通，那你说那不更狠吗？所以有时候专家就是拍脑门。瑞银集团分析师去年底在一场会议上指出，在房价持续下跌和经济疲弱的背景下，中国贷款违约风险可能进一步上升，法拍房数量未来可能持续显著增加，并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这个也是不懂中国，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就业。你如果这些码农、这些白领，只要他有工作，哪怕他那个房子已经腰斩了，他还得老老实去还按揭贷款。你不用担心的，他只要有工作，他一定会还的按揭贷款。他不会说我这个按揭贷款，我这房子贷款还剩200万，对吧？但是我这房子一卖只能卖150万了，我这房子不要了，不可能的，那是破罐子破摔，他没工作了。只要他有工作，他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说你保银行，对吧？保这个房子，对吧？你说归根到底，你不如保这些韭菜牛马的工作。作者说，送走验房的工作人员，我站在这套可以眺望两江交汇的公寓里，眼前奔流不息的江水，仿佛在宣告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过去高速发展的红利正在出清，而未来的复苏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信心。确实是这样，一个时代过去了，就是有很多人他老是不理解，有很多这个炒房客啊，他老是在做梦，还想着要回到前高，然后他解套他就财富自由，对吧？然后他现在还要买房，未来涨8倍卖出去，他有财富自由，他老是这么想。实际上应该理解成一个模式结束了，过去20年这种模式结束了，现在是要稳定的吧？房地产要稳，不是让你去炒，再通过房子发财的，你这都还在做梦。就到现在还没整明白政策到底在干啥。政策说来说去，他也不希望它跌嘛，他是希望它稳住。稳住代表什么？代表过去那一套行不通了。过去你买个8套房子的时候，等着升值，涨3倍、涨2倍卖，这个梦想还没醒是吗？炒房子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了。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你是牛马、韭菜，你还是镰刀，你通过买房子到时候把它一卖赚钱，这个路就基本上没了。你看，如果你是镰刀，你有的是钱，对吧？你花2个亿买的上海的那个豪宅新房，你到手之后你第2年卖，你肯定买不上原来的价格，你肯定得便宜卖，便宜卖的不一定人买，因为有钱人他不愿意买二手房，对吧？人家都想买新房，有钱人即便买那人家捡漏去了，你这特别便宜。所以有钱人，对吧？你就是什么稀缺地段，你买那房子，你想把它加价卖出去，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很难。只有韭菜买的老破小200万、300万的房子，你还指着升值，你等你在手上拿2年，你3年以后再卖，你非得打8折卖，否则也卖不掉。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组数据，这数据也很有意思，所以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让大家知道，对吧？现在农村是什么个形式？我们总有人动不动不行就回老家，不行就回农村，认为农村还有什么东西等着他哦，或者是他在城里混不下去，好像回农村就能混得下去一样，对吧？总有人有这种想法。我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大部分他都不是农村人，都是城里面的，在农村没待过，所以他想当然。真正在农村待过的人，他知道回农村那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没有任何奔头。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组数据，说这个中国15年间少了9万个村庄，中国村庄去哪儿了？大家能想象一下吗？很多人回老家，最直观的感受不是路变宽了，而是村里的人变少了。以前一个村里熟人多，院门常开，现在不少院子长时间关着，年轻人更像是逢年过节才回来。数据里也看到这种变化。2009年，中国行政村有56万7507个，2024年剩下47万5061个，15年间少了9万2446个，降幅16.3%。这就是15年少了9万个行政村的来处。但是这个文章也说，2024年村庄数量继续少了一点，但变化并不只在少。2024年行政村有47万5061个，比2023年减少了2854个，同比下降0.6%。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用水人口也都在下降，其中常住人口减少1327万人，降幅2.14%。但是它也有一些指标在增加。2024年自然村有235万4221个，比这个2023年还多了14118个，就是自然村，这个增加了0.6%。而生活用水量增加了2.76亿立方米，同比增加1.4%。用气人口增加393万人，同比增加1.5%。这个好解释，这个特别简单，这只能说明这个还留存在农村的人呢，他的生活质量稍微提高了。就是比如说以前没有自来水的，现在自来水给你通上了。以前用柴的吧，这个做饭能量主要来源于柴、煤这些东西，那现在都用气了。那你比如河北把你，对吧？把你那个家里那个灶给你扒了，你只能烧气，那不就增加了吗？对吧？所以这个好解释，还是说人口下降，自然村落减少。如果把时间拉长，行政村减少的趋势更清楚。2009年行政村为56万7507个，2024年降至47万5061个，少了9万2446个，降幅16.3%。这不是某一年突然掉下去，而是多年持续发生的变化，就是每一年比每一年都少，自然消亡。实际上说每一天应该是有100个这个村庄自然消亡，就全国自然村也有类似长期的收缩。以有数据且相对高点的2010年为起点，自然村从272万9820个降至2024年的235万4221个，减少了37万5599个，降幅是14%。你看，跟那个行政村下降一样，因为农村还搞了个什么，就是乡村合并了，好几个自然村并成一个行政村，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然后就是说，户籍还在村里，人却不一定住在村里，这是最大的问题。再看人口，他说村庄户籍人口长期变化并不大。2009年为7.7亿人，2024年为7.64亿人，15年只减少了574万人，降幅只有0.74%。就是说，这什么意思？你看，行政村减少了9万个，下降16%；自然村下降了13%，对吧？减少了几十万个，但是人口却没减少，没减少多少，对吧？只减少了573万。只降了0.7%，1%都不到。显然，人口下降速度远远没有那个行政村和自然村下降速度快。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户籍还留在那儿，农村就是没人，那村庄没了。但常住人口变化明显的多，常住人口数量从2017年开始，2017年村庄常住人口为6.75亿，2024年降至6亿，7年减少7000万人。降幅11%，常住你看看，2024年较2023年又减少1328万，这就是很多人感受到村里空了的原因。户籍还在村庄，但人不一定常住在村庄。用常住人口除以户籍人口，2017年这一比例为89%，而2024年降到了79%，也就是20%的人户籍在农村，但是人是在城里面住着的。
过年才回去一趟。所以这就是大趋势。但是我们如果抛开看的话，那肯定是中西部地区、东北，对吧？还有很多欠发达地区，那村庄消失的更快。而这个长三角、珠三角那村庄恐怕消失就慢一点，甚至没有消失，一定是这么个趋势。所以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对吧？你很多农民朋友，对吧？跑到城里面打工，辛辛苦苦攒了30万，然后回家盖房子花80万，你说何苦呢？还得借50万，借完之后再出去打工还。你盖个房子80万。你有80万，你为什么不在城里买套呢？你农村盖的房子，最后那村庄都没了，都没人呐。除非你在长三角、珠三角，就你那地方很发达。我看我们这个村庄都扛不住，为啥呢？因为你想，都希望下一代，对吧？离开这个地方，都玩命的在那读书，好不容易有个新生人口，都希望他赶紧，对吧？离开这个地方上学，从小上学就把他带走了。他在别的城市，他在城市一长大，对不对？未来他肯定在城市找工作。你还指望他老了回来是吗？回来他跟这地方也没关系了。有的小孩户籍就搬到上学的地方，对吧？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上学户籍落户也比较容易，在当地上学，当地就落户了。所以说人口肯定往城里面流动，尤其小孩。那农村留下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这老头老太太一走，对吧？未来10年20年一走，那还有谁回去啊？对吧？再过20年，你回去的人，你干农活你也不会，种地，对吧？这种个菜都不会。农村生活毕竟不方便，有很多人把它想象的好容易啊！我回去不行种点菜，我回去不行养鸡养鸭，这基本上都是理想很丰满，现实非常骨感。未来农村只能作为那种情绪消费。什么叫情绪消费呢？就是有钱人，胡锡进老师这种人，对吧？他到农村是陶冶情操，是去圆他一个梦。而不是靠农村农业赚钱养活自己，对吧？所以他到农村去实际上是一种消费，他养鸡种菜，对吧？种田插秧都是消费，他不是靠那个赚钱，他是消费，不要搞反过来了，对吧？如果你是想回农村靠那个赚钱养活自己，那你完全搞倒过来了。农村是消费，对吧？你去了之后你是消费，所以你说你好不容易在外面打工挣个30万40万，你把它在农村盖房子，你过个20年，你那个村没了，那你说那20万30万固定资产干啥呢？你看那个很多中国农村的吧，那个整个村庄的房子都是铁尖砖把门，门是锁着的，然后就等着他一个村一个村的没人，杂草丛生，有的房子还是刚修不久呢，对不对？没人了，就这样的。这个视频网上多的是，我看网上有人呢，比如说四川农村那房子盖的还可以，还有小院子，当初盖的时候10几年前盖花了10几万，也没少费心思，10几年前盖的，现在1万块钱我说卖都卖不掉，就卖给那些有田园这种情节的人，卖给他都没人买。所以作为农民，你与其在家里花几十万盖房子，不如在镇上或者是县城里面买一个，那你花不了几十万。还便宜，未来你要不住还可以租不掉你便宜卖，对吧？打折卖，好歹能卖得掉。农村的房子真卖不掉，对吧？哪怕在镇上买个房子，生活也方便得多，条件也好得多。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评论、点赞，谢谢大家。